微風吹過翠綠嘅樹葉，耀眼嘅太陽照耀大地。喺一個充滿朝氣嘅日子，我哋嘅小小探險家小睿已經抵達咗佢今日嘅探索基地。拜拜。Good afternoon, teacher Cindy。 Good afternoon, Raisin。午安，午安，謝校長。拜拜。睇下呢個經過精心規劃嘅全新環境，有廣闊嘅場地同埋色彩繽紛嘅設施，就係佢展開一日奇妙冒險嘅起點。進入基地核心，我哋嘅小探險家立即投入體能叢林挑戰，睇住佢哋奔跑、跳躍，每一步都又快又穩。呢個就係探索者嘅日常。喺進入奇妙嘅雙語森林，佢哋正式開始咗第一站嘅探險。今日嘅任務係嘗試以英語去認識唔同嘅小動物。通過呢啲有趣又好玩嘅活動，我哋嘅小探險家將會學習到兩種唔同嘅探險語言同世界溝通。呢個技能將會成為佢連接更廣闊天地嘅橋樑。喺探險嘅路上，有時都會遇到一啲迷茫嘅時刻。好彩，基地裏面有一位心靈嚮導，佢嘅任務係喺小探險家需要嘅時候，提供一個安全嘅避風港，等佢學識感受同安撫自己嘅情緒。其實，當小探險家開始一日任務嘅同時，一班大探險家亦進行緊佢哋嘅交流會。我哋深信，最好嘅探險係家校同行。呢啲分享會就係為各位家長準備嘅育兒地圖，等大家可以一齊陪伴孩子，行得更穩，走得更遠。一日嘅探索喺溫暖嘅夕陽下暫告一段落。媽咪，我今日喺學校好開心啊！係啊，咁開心！媽咪今日喺學校都有活動喎。係咩活動啊？係家長小組啊，等我到學校點樣同你一齊去探險啊嘛。Let's go！ 耶！喺呢度，我哋唔單止傳授知識，更希望點燃每個小探險家心中嘅智慧之光，因為我哋深信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，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。